好啦，今次呢就去荃灣區嘅愉景新城泊車啦。咁喺嗰度購物消費呢，可享泊車優惠嘅，最高可免費泊車5個鐘，100蚊就1個鐘，500蚊就5個鐘咁樣啦。200蚊就2個鐘，300蚊就3個鐘，1至5閒日。時租呢係18蚊1個鐘，但係7月份開始就調整加2蚊時租。3至7樓停車場，3樓呢就係一般都係月租停車場嚟嘅，時租呢一般泊4至7樓。其實之前都講過下啦，只不過就停車場冇拍片啦。好大嘅停車場，一站式喺度，超大停車場。咁你泊咗車之後呢，就係坐 lift 到2樓，行入去就係商場啦。跟住1至3層都係商場嚟嘅，服務台呢就喺商場嘅2樓或者1樓都有嘅。假期就200蚊1個鐘消費，300蚊3個鐘，400蚊3個鐘。6日假期最高係單次泊車可以3個鐘泊。佢側邊有張紙啦，白色紙貼喺度。7月1號開始調整，時租加2蚊嘅。咁喺荃灣嚟講呢，呢個停車場係比較大嘅啦，其他都有泊車優惠嘅，咁就酒樓有3間啦，餐廳係相當之多嘅嚇。商場1至3樓餐廳都好多嘅，睇你自己到間慢慢行一圈，揀啱自己口味嘅嘢食啦，可以。但酒樓假期呢比較 full 啲嘅，最好就提前 book 位。不過你如果唔需要享用佢泊車優惠，可以行去沿住嘅天橋，可以行去附近啲大廈或者住宅區都有嘅。